我发现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很多外地朋友啊，他学会的第一句上海话不是蹭的，就是港中，要不就是脑子瓦特了，甚至于有一些很脏的骂人的话。港中娘西太侬只港，你他妈乱来话打屁他，我是港人，什么样老皮？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上海话是一种很粗鲁的语言，尤其呢是去年有一个名为史诗级骂战的视频传遍全中国。这样子，来港这样子，港这样子，只好嘞，全国人民对于我们上海话的误解就更深了。事实上，上海话里有很多语言充满了为人处事的智慧，非但不低俗，还很有趣。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现在流行一个动词叫做撩，比如说撩妹、撩汉，上海话里面就叫做搓。比如说追女孩子就叫醋小姑娘。为什么要叫搓呢？我想是有好事多磨的意思，搓着搓着就合拍了。当然，搓这个动词比较老套了，我们新一代的90、95后都叫盘。比如说，不是小姑娘，不是女小伟，盘这个词很生动。你想盘盘山公路有没有看到过？明明从 A 点到 B 点就这点距离，但是他要盘着山盘过去。这个字就展现了你在追求一个喜欢的人时候那种百转千回、纠结迂回的内心活动。几分钟你在干嘛？我在补迪丽热巴。上海人最推崇的就是做人要拎得清。什么叫做拎得清？就是我拎一个东西掂量掂量，我就知道几斤几两，看穿而不说穿，人见不拆嘛。拎得清就是情商很高的一种境界。拎了清我们上海人是不会深交的。上海人有个优点叫做实事求是，不来虚的，体现在上海话里面就叫做有据刚据，类似现在网上很流行的平心而论，不吹不黑。有据刚据，我马像是好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和一技之长，体现在上海话里面就叫做互有互入，哈有哈路，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优势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天无绝人之路嘛。讲到哈哦，上海人好像真老会去吃哈有老多闲话直接讲哈大家。你觉得某人或者某事不靠谱，那么你就在一句话的最后面加上哈维的开飞机，哈维的不是，哈维的笑，以后不是给哈维的开飞机。你昨天要是真的是去做头发，哈维的不是呢，以后是不代表你了，哈维的笑呢。还有一个和戏有关的短语叫做嘻哈一子，就表示完蛋了。用流行的话说就是狗蛋。上海话呢，管颜值叫做马香，管老司机叫做老吃老子，管66666叫做嗲赞0。还有一个短语叫做屁子吧，用普通话说呢就是譬如误事，意思就是当这桩事情没有发生过，也有反正也不吃亏，不如去试一试的含义。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短语的。首先呢，它在字面上就非常的有美感，并且呢蕴含了上海人为人处事的大智慧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帮我转发一下吧，屁这个字。你看上海话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各位上海朋友，以后教外地朋友学上海话，不要只教灿那港多撒塞低或者脑子瓦特，老太太好啊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的话，请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，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，屁这个字嘛。最后什么呢？